米兰时尚发型成立26周年，为庆祝公司26岁生日，同时也互周年庆更加有意义。活动串联全台33间门市，协助爱电基金会筹募复古清洁专车经费，而且为了扩大各界共同参与，米兰时尚发型总裁许汉忠更邀集爱乐美国际新机、爱鲁人乳、马可先生、安平小铺、亮丽专业洗衣、意境寝具、新动力健身会馆、潘恩台湾茶、轻松购5间百货等多间知名企业共同加入团爱行列。我们也发起了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个企业品牌，跟我们一起来合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。所以我们有邀请的像是我们的意境寝具啊、安平小铺啊，还有我们的轻松购5金百货、潘恩茶饮、马可先生、爱卤卤味还有我们的爱乐美国际生技，跟我们一起合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提供我们的所有的优惠，可以让认购这一个我们的传爱护照的所有的我们的民众们，都可以除了做爱心以外，又可以换得很多的优惠活动。难得是，这也是米兰时尚发型连续10档支持爱电基金会的活动，这也让基金会相当的感动和感谢。只有米兰发型跟我们合作了10年，这种叫做坚持的爱。谈爱真的很容易啊，我爱你，我爱我。可是谈完之后是不是可以落实？而且10年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为了替辛苦成长母亲教育打气，爱电基金会公益大赛大员林爱璇也特别来到现场，替新长妈妈伪装做造型。我现在74嘛，所以40、50、60、30年吧。30年没化妆了。大姐，你多久没有化妆了？平常都只有淡淡的，就擦个蜜粉。然后这次有那么多人帮你用。对啊，好幸福啊！参与了这次的活动，然后才知道原来辅具对于身心障碍者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有很多就是长期卧病在床，然后每天都躺在床上，然后或是都是用那个靠轮椅行走的那个清洁，对他们来说，就像刚刚有那个舒雅姐分享的，如果没有适度清洁的话，很容易对他们的身体产生第2次的危害。那我刚刚就是参与了这个活动，然后看了那个影片之后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其实这世界上真的有非常多的人，就像那个米兰集团，他们一直不遗余力的做了10几年以上的爱心，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又很辛苦。那我们能做的真的不多，只要就是购买那个传爱护照，然后米兰集团会全数的捐出。为了让偏乡地区的新疆朋友以及高龄长者了解复古清洁重要性，爱电基金会阿万西清洁复古工厂自2017年正式启动服务，并增进偏乡部落以及教体提供复古清洁保养等服务。爱电基金会副执行长曹健表示，复古的清洁维护非常的重要，就参像伫厝内定时爱清洁被单同款，才会当让使用者拥有更清气安全的生活。也真感谢米兰时尚发型看到新疆朋友需求，串联民众友好企业共同募集阿万西复古清洁专车。基金会也欢迎社会各界做伙来关心新疆朋友复古清洁议题。台南新闻张硕为杨顺怀采访报道。